陽光灑在森林中一個小木屋的屋頂上，熊先生正興奮地整理着地圖和背包。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，他自言自語，我要去尋找傳說中的寶藏。熊先生踏上了旅程，沿着森林小道前進。途中，他遇到一隻友善的小鳥，小鳥送給他一張提示地圖，並歡快地說：當你看到3棵大橡樹連在一起，就會發現下一個線索。熊先生繼續前行，跨過一條湍急的溪流，一隻調皮的松鼠出現，也給了他一張提示。熊先生微笑着接受了幫助，繼續他的冒險。黃昏時分，熊先生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脈，風吹拂着他的毛髮，但他毫不氣餒。終於，在山巔，他發現了一顆閃閃發光的魔法寶石。他小心地將寶石放入背包，心中充滿喜悅。接下來，他來到一座神秘的洞穴前，洞口被一塊巨大的石頭堵住。熊先生費盡力氣也推不動。這時，之前幫助過他的小鳥和松鼠，以及其他森林動物朋友們都趕來了。大家齊心協力，終於推開了石頭。洞穴內部，驚人的景象呈現在他們眼前，堆滿了熊先生最喜歡的蜂蜜。大家歡呼雀躍，分享着這份甜蜜的寶藏。溫馨的氣氛充滿了整個洞穴。夜晚，熊先生帶着滿滿的蜂蜜回到森林，與其他動物朋友們分享他的冒險經歷。歡聲笑語迴盪在森林中，久久不能平息。回到家中的熊先生，坐在桌前，拿出蜂蜜細細品味。他望着窗外明亮的月亮，嘴角露出了滿足的微笑。這真是一次奇妙而難忘的冒險。